Hello，歡迎大家收睇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講到玩 AI， 有唔少朋友因為怕要裝 VPN 啦，又要裝 App 同埋開 account 提供資料啊，就卻步唔想試。但係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分享 Copilot AI 嘅網頁版，免費、免 VPN、免裝 App， 只係 browser 入條 link 就可以直接玩。一陣間我就分享詳細嘅教學啦，同埋少少嘅使用 tips。以防你唔清楚，首先好快介紹 Copilot AI 嘅基本資料。佢嚟自微軟嘅全方位 AI， 所以功能都好齊全嘅。而且對於香港用戶嚟講，相當 user friendly。第一，無需 VPN 就可以直接使用，就唔似 ChatGPT Gemini 咁麻煩，可以接觸更多普羅大眾。另外，去支援繁體中文，大家就無需擔心語言問題啦。同其他 AI 助手一樣， Copilot 最常見嘅玩法當然係裝 App 啦。但相信部分朋友又唔想裝 App， 又唔想開 account 留低私人資料，所以今集就幫到你啦。因為 Copilot 有提供瀏覽器版本，只需要用你部電話平時用開 browser 入條 link 就可以直接使用，就兜過晒剛才嘅麻煩嘢啦。與此同時，網頁版 Copilot 冇因為佢係網頁版而落後過人啦，因為佢已經升級咗最新嘅 GPT-5 語言模型，令到佢功能更上一層樓。接住嚟，我分享一系列詳細教學，幫你用最快嘅速度掌握網頁版嘅 Copilot 啦。再分做兩個教學，第一，我會示範點樣玩網頁版 Copilot 嘅文字對答，當中有啲咩模式可以選擇。而第二個教學啦，就教你用網頁版生成圖片啊，再下載埋個畫質一啲都唔差噶。只不過喺進一步分享之前，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第一件事，梗係進入 Copilot 嘅官方網站，無論電話、平板電腦定還是手提電腦做法都一模一樣。咁個網址啦，我就放咗喺下面，大家跟住輸入呢就 OK 噶啦。進入咗官方網站，你會見到 Copilot 嘅溝通界面，喺傳送信息給 Copilot 一欄你撳一撳就可以輸入你嘅文字指令。一陣間我就同大家分享當中有啲咩地方可以玩得更加精細嘅。好，一開始第一個功能教學，文字交談。相信玩得 AI 助手好多時候啦，都係以文字交談為主，但文字交談背後都係分做唔同嘅模式啦，就產生唔同嘅答案嘅。咁大家就撳一撳溝通界面 Smart GPT-5 嗰度啦，咁撳落去啦，就會展示咗5個模式，包括 Smart 回覆快速、Think Deeper 研讀與學習同埋 Search。一陣間我就逐個去介紹啦。第一個模式 Smart， 佢係 Copilot 網頁版嘅預設模式，意思即係話喺冇設定任何模式之下，就會預設用 Smart 去回答你嘅問題。佢勁嘅地方有兩個，第一個啦，已經升級咗最新嘅 GPT-5 語言模型啦。第二，佢就會根據翻你問題嘅內容，再去決定用深入定還是快速思考去回答你嘅。咁樣模式啦，都非常之適合新手朋友使用啦。咁而且係百搭嘅，咁基本上大部分問題啦都可以幫你應付到。第二個模式就叫做回覆快速就適合一啲簡單啲同埋快速嘅日常對話。舉個例子啦，就問一啲好基本資訊啦，好似天氣嘅，但係就唔好期望佢答案有咩深度啦。如果想要深度嘅話啦，就考慮翻第三個模式 Think Deeper， 但係缺點要講明先啦，就 gen 個答案會 gen 得比較耐，係需要俾啲耐性嘅，但係就可以幫你做啲深入啲嘅分析啦，同埋研究。而第四個研讀與學習啦，就大部分朋友未必需要住，就反而適合學生多啲。咁第啦就再開另一條片去講啦。最後一個模式 Search， 顧名思義，專門幫你揾資料，適合啦需要做 assignment 做 paper 嘅大學生，又或者需要做 report 嘅打工仔佢就幫你網上揾唔同類型資料啦，列晒啲參考出嚟嘅，我會話叫做旁徵博引。介紹完文字交談5大模式，大家就會見到就算係網頁版 Copilot 都冇揸流灘嘅。第二部分嘅教學啦，可能更加精彩，我就同你講啦，點樣可以利用網頁版 Copilot 去生成圖片唔使裝 App， 唔使開 account， 一樣都 gen 到張靚圖嘅。咁大家啦，首先就撳一撳左手邊嘅加號，就紅色框框住咗啦。撳完加號之後，就會彈出5粒掣
麻煩大家睇一睇第3粒掣產生影像，就黃色框框框住咗，就撳一下產生影像。當成功撳咗產生影像，你就會見到指令嘅欄位啦，有少少變化，就喺左手邊啦，就變成咗建立下列內容的影像。見到呢幾隻字就代表你入咗 Gentle 嘅模式啦。然後啦，大家就右手邊輸入翻呢張圖片你需要嘅文字描述。所謂文字描述啦，就將圖要畫啲乜嘢嘅。因為個世界咧，你唔能夠叫人哋直接 gen 張圖噶嘛，你請槍俾錢揾人幫你畫畫，你都要話俾個畫家聽你需要畫啲乜嘢嘅。咁當輸入咗你嘅文字描述啦，就撳翻右手邊黃色箭嘴所指住嘅圓形箭嘴掣，就可以發送你嘅指令啊。咁但係記住要耐心等候嘅，因為 Gentle 啦係需要一定嘅時間。無論你用邊款 AI Gentle 都好，麻煩記住呢句說話，不生受用啊！文字指令越詳細呢， gen 出嚟張圖就越符合你嘅心水。舉個例子啦，我試咗個好簡單嘅指令啊，就幾隻字啫，年輕男子在喝啤酒啊。咁等咗一陣啦，Copilot 就幫我 gen 咗呢一張圖啦。咁無可否認嘅，張圖完全符合晒我嘅文字描述，但係有啲朋友啦就可能覺得唔啱心水，例如話件衫嘅顏色唔中意啦，髮型又唔中意啦，去留啲鬍鬚我都唔中意。咁呢位就記住啦，以後加多啲描述，加多啲具體嘅要求呢，張圖先會啱你心水嘅。gen 完張圖，假如合你心意，就可以撳粒下載掣啊，直接由你個 browser 啦，將張圖下載落你部機入面啊，再分享俾其他嘅朋友或者作其他使用。咁當 download 完之後，我就見到網頁版 Copilot 生成圖片啦，就會出 PNG 格式嘅，而個解像度啦，雖然未去到全高清，但係都唔低嘅。例如張相啦，打直就1024乘以1536啊，個 size 就有2.1 MB 啦。順帶一提，雖然 Copilot 生成圖片嘅能力未去到超班嘅 level， 但係絕對唔差噶。我就發現啦，處理人像面容嘅細節其實有啲功架。雖然個解像度比較低啦，但係放大張相，你就叫啲頭髮啊、皮膚上面嘅毛孔啊、眉毛啊，可能係眼皮呢啲位呢，其實個紋理係做得幾 detail 噶。好啦，今集最後一部分，如果你唔滿意 Copilot 生成圖片嘅效果啦，你就可以生成多一次或者再多幾次嘅。咁做法有2個，第一個啦就直接用翻原有嘅指令啊，再碰運氣，再 gen 個另一個可能出嚟。而第二個啦，就根據翻你不滿嘅內容或者覺得咩地方做得唔夠詳盡呢，就修改翻你原有嘅文字指令。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啦，你得嗰個男人着件衫唔好睇，你就可以要求轉成一件紅色嘅 T 恤啦，戴翻頂 cap 帽啦，同埋用左手嚟飲啤酒，就唔好用右手嚟飲啤酒等等嘅。咁記住啦，玩呢啲免費 AI 生成圖片係唔使錢嘅。咁所以啊，生成多幾次，再攞個好啲嘅 version 呢，係絕對 OK 嘅。依家我就示範一下，用同一個文字指令啊，會產生2個完全唔同嘅可能啊。簡單啲講，就係碰運氣啦。咁今次文字指令啦，我就亂咁作嘅，我就叫 Copilot 用寫實嘅風格畫2個人啦，喺香港銅鑼灣街頭派錢俾途人。呢啲嘢諗下就好啦，現實邊有可能發生啦？咁第一次就俾咗呢一張圖片俾我，咁唔計個背景係咪真係銅鑼灣啦？但係望落去都好有香港嘅市區 style 嘅。咁左手邊啦就有2個茂利喺度派啲銀紙俾個女人啦。咁啊後面有2個白髮嘅女士啦，就望到眼金金。唔滿意嘅話唔緊要，等我用翻同一個指令叫佢再畫過一張啦。咁大家見到啦，今次嘅文字指令係一模一樣，一字不改嘅。但係右手邊產生嘅第2張圖啦，就截然不同啦。咁今次啦，依然有2個嘅茂利去派錢啦，但係對於今次嘅概念就有少少唔同咗，就變咗一啲綠色紙啊。咁啊，大家見到後面有啲 Sony 啊，或者有啲招牌喺後面嘅。咁啊，大家都第1張好啲啊，定還是第2張好啲？都好，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翻啦。
至於第二個做法，修改指令，依家就等我示範埋啦。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剛才嘅指令叫 Copilot 用寫實嘅風格去 gen 啲圖嘅，所以兩張圖片啲人物啦都畫到栩栩如生，好似影相咁啊。但係今次我少改兩隻字，由寫實變成卡通風格，唔知道會變成咩樣呢？答案就係呢張圖啦。講真啦，呢張圖就畫得幾好嘅，咁尤其是啲銀紙啦，望落去終於似翻銀紙啊！咁而見到後面啦，銅鑼灣三隻字，雖然個鑼字變成錯別字啦，但係今次三隻字其實啲筆畫都啱晒，尤其是個彎字啦，咁鬼麻煩嘅筆畫呢，佢都處理得到嘅。因為大家玩開 AI Gen 圖都會知道啦，對於文字呢係有啲困難嘅，成日都走晒樣啊，變晒啲外星物。咁除咗最新 Nano Banana 之外啦，其實Perplexity 啊、Grok 啊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好啦，咁右手邊嘅招牌啦，都畫得幾好啊！咁啊，I love HK，咁都係一個神來之筆啦。咁大家唔知道呢張圖點樣啦，都好歡迎下面留言啦。咁啊，咗左手邊啦，我估佢啦就想模仿蓮香樓，但係就淨係出咗個香樓，大概咁嘅字眼啦。好嘢，今集分享大功告成。雖然網頁版 Copilot 一定不及 App 版嘅，但係一般基本使用嚟講啦，做基本嘅文字答案啊、搜尋資料啊，同埋生成圖片，其實已經游刃有餘噶啦。咁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啦？玩完咩感想都歡迎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翻。咁大家見到啦，佢嘅優點咧就在於集合一系列啊，可能照顧到好多朋友嘅 feature， 即係包括免費、免 VPN、免裝 app、免開 account 啊，咁咩私人資料都唔使留俾佢，咁直接 browse 入條 link 就可入到，用最快嘅速度啦，就能夠用到微軟最強嘅 AI 啦，同埋揾到最新嘅 GPT-5 model 嘅。咁嚟緊啦，我都準備製作更多嘅 AI 教學啦，就可能係呢個 Google 嘅 AI Mode 啦。咁但係 Google Search 嘅 AI Mode 咧就唔似今次網頁版 Copilot 啦，可以幫你生成圖片啊，又或者 Think Deeper 啊呢一啲比較調啲嘅功能嘅，就停留喺一個文字嘅搜尋上面啦。咁同埋都想分享用 Grok 啦，就係將一張圖片直接變成動畫啊或者影片嘅。咁以前嘅功能我都想介紹嘅，咁但係當時我就覺得佢 gen 出啲片啦，一嚟得6秒啦，二嚟就解像度好麻麻地嘅，即係望落去我都覺得朦。但係最新嘅 version 咧已經多咗 option 啦，可以撳一個掣就將佢提升到更高嘅 resolution 啦，畫質更加靚嘅。而好處咧就係冇任何嘅水印，咁我覺得換味都幾好嘅。咁遲啲啦就同大家分享埋，咁所以大家期待啲 AI 嘅分享啦，或者咩提議都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翻。記得幫手 like 翻條片，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希望 Man Home Tech 可以同大家一齊進步啦。除咗原有嘅電話、平板或者減價分享，再加埋 Amch Telecom 之外，咁 AI 都會係12月同埋下年2026年啦，我哋好着重同埋想進軍嘅方向。咁希望大家下面留言啦，就多多指教啦。